台南市议会第9次临时会上午进行人民的请愿案，罗德高反对设置太阳能供电的专案报告，由市府经发局针对该案对丢失、维设加许可的过程做专案报告。现场罗德高反对设置太阳能供电的自救会成员，伫个会长邱家明的带领，嘛出席旁听，并且提出维护居住权的权益。现在芦竹沟光电厂都已经建好了，结果我们与村民的那个监督委员会还没成立，那哪来的监督？然后现在热岛效应就算了，因为热岛效应已经有高温，我们在村庄里面就是很热很热，然后现在就是前几天还发现了就是噪音，它整天都在的噪音，然后导致我们现在回到家，不管它有没有在噪音，我们自己都会觉得幻听了。就是这个部分是新的市政，然后政府真的要重视。现在他们台电在送电嘛，造成噪音，整天24小时很吵，而且因为我们都是要整天都要去海边工作嘛，中午都会回来休息，可是没有办法休息啊，就是一直然后就只有他们声音很吵，很吵，没打紧，今晚很热，因为他们光电板在我们离1.5公尺太近，离居家太近了。我们像我住在旁边，我真的很热。会长对该案提出申请，召开说明会，以及该地为何被公告为不利耕作区，甲地站的下涵区顶，要求经发局甲农业局来说明。我想在这个经发局的那个报告里面有提到，那个是由我们106年9月21号农委会提出划设它为不利耕种的区域，所以才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个绿能的一个设施。但是这样子认定它是不利耕种，这个立足点可能让居民觉得没有办法信服，因为事实上附近就是在企鹅啊，附近就是有种植，为什么只有单这一区不适合种植，不利耕种？我的农业局这个部分，你应该提出更有效、更明确的一个数据。咱农地来种一寡农作物，毋过伊农委会就是讲，伊伫迄个105年6月时阵，有发公文落来地方咧调查，希望讲伊是6月15发公文出来，伊迄个希望讲地方政府伫迄共个月6月3日以前，盘点讲咱差不多伫咱台南市地区有一寡是迄个较无咧使用，无咧做农业经营的土地，所以咱阵才紧发文互公所。局长，无咧使用较不利耕种是无共款哦。除了不利耕作区，另外专区内嘛有23笔的私有土地，议员担心会影响土地所有权人农渔民的权益，以及太阳能板距离主体到底要有几公尺的距离限制。加上最近太阳能板的运作，除了热岛效应，还有低频噪音，互当地居民真正挡袂牢。议员要求市府单位应该加强监督，该开发就爱开发，若无将要求公部门去现场来办公，亲自体验看卖。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